家好，又来到福起来了，好好运动的单元了。我是335运中心的老师傅怡晨，今日带2位讲的老师来一条做运动哦。首先是我幼数室的秀兰老师，嘿，各位是我做数室的凤珍老师。好，同好也哈上摆一条做速步的运动哈。今日我要来做脚的运动，脚要做用来做运动，其实有动作哦，也係從簡單的開始來做。簡單用的，老師老師幾簡單，很多簡單，也係我老人講哦，輕簡單，因為行路嘛吼，行路也係老就是一種運動吼，然後腳拿起來，哎呦，行路，行路，要記得咯，行路。當簡單的事情，不過呢，有人行路就係行我冇馬好，哎呦，咩係行路？哎呦，咩係行路？嘿，人家行路嘅腳要拿高，嘿，做運動嘅時候行路要拿高，嘿，腳做得嘅話，你就拿起來，嘿，拿起來，哦，前後都是要用力，好，都是要用力，嘿，拿起來，嘿，拿冇按高咩冇關係，第一時咧，好，咩做得，好，拿起來。當好，也就係先腳嘅運動，第一隻動作，行路，好，各位來咧，愛來，老人腳高起來，翹起來，頭前面翹起來，彎一隻腳，翹起來，再過來，彎一隻腳，翹起來，再過來，彎一隻腳，翹起來。我想老師用腳翹起來，佢翹嘛個意思，當初冇意冇事用嘅，其實佢有意思哦。呢要講蘿蔔腿係冇？係蘿蔔腿佢做得拉長呀，蘿蔔腿就係小腿嘅肌肉啦。好，再過來翹起來，當好再過來翹起來，當好再過來翹起來，前面做得咧，還有呢旁邊係冇？旁邊翹起來，記得咯，要切頭彎下去，側用咩做得，唔過愛彎下去，用較多，豎轉來，再彎一片，翹起來，豎轉來，再來彎一片，翹起來，豎轉來，身體呢，身體唔好用揈來揈去哦，用一些的力，再過來，翹起來，彎一片，翹起來，再過來，翹起來，當好，再過來，翹起來，不用轉來，翹起來，不用轉來，再來哦，翹起來，不用轉來，翹起來，親密一擺哦，翹起來，不用轉來，加下前面老旁邊也下呢，愛來老腳，加下行路咩，大行也下愛老腳，拿高起來哦，要用哪個？就拿起來，做的話切頭。90度，有一個垂直角90度，不用下來，彎一隻腳，拿起來，不用下來，再來，拿起來，不用下來，拿起來，不用下來，要小心哦，莫拿起來要跌倒了，如果你站不穩的話，你做得手扶一下牆壁，我就扶一下燈呢，沒做得，再過來哦，拿起來，不用下來。拿高哦，肚臍要用力咯，肚臍冇用力，就會空扣，就會空扣，空扣就冇嘛意思嘅啦，再過來哦，拿起來，不用下來，拿起來，不用下來，再來哦，拿起來，不用下來，做肚臍會變細哦，再來，加油，再來，肚臍要用力咯，等好，再拿高一些咧。等好，輕好就拿到你胸口前面，唔過有一些跳難係嘛，咁就唔是啦，就輕量，你做到幾多，就幾多，冇辦法拿按個，大咩做得，唔過愛拿較高的喂，再用意思嘛，等好，輕好4度，再過來3度，等好2度，親密1度，等好有前面就有旁邊係嘛。旁邊強用，然後腳不用側，拿起來，
不用下来，先做一只脚就好了，莫动忙哈。好，来了，拿起来，好，再来放下去，拿起来，不用下来，拿起来，不用下来，莫按用，莫按用哦，莫按用啊哈，记得肚子要用力哈，拿起来，等，强的不用下来，唔做嘛要按用，摇来摇去，你知嘛？好，就是吼，让个脚的重心全部推到力，不用我压支脚，压支脚咩啊用力，嘿，脚要用扔下去，好，再过来，抬起来，不用下去，很好，再来4只，再过来3只，再过来2只，等好，前面1只。不用下来，脚有些软嘞，系嘛？老给捏一捏，好嘛？好，捏一捏，好，弯起脚了，好，2只脚就爱做嘛咯？唔做1只脚，老师我1只脚较弯，我做1只脚，1只脚站起来我唔做，哎呦，我1只脚，有一只脚要较大，有一只脚要较细，哎呦，动唔好看，系嘛？好，弯起脚来，好，1只脚拿起来哦，好，准备了，好，拿起来，不用下去。拿起来，不用下去，再来拿起来，不用下去，拿起来，不用下去。一只脚动作较好，唔好用空扣那样扣来扣去哈。好，再过来，拿起来，不用下去，拿起来，肚子要用力嘛，要系肚子要不用踢咧。再过来，拿起来，不用下去，拿起来。其实啦，师傅，哈，没有用力了，再来，前面4只4。再过来3，再过来2，再过来1，不用轻松，脚痛啊，圆嘛，圆老给捏一捏，好捏一捏，好，等好，呀哈，再过来呢就是后背了，后背同样，后背就唔是弯的，就老给纯侧，好，纯侧来，嘿，纯侧，好，记得了，记得脚顺出啦，哈，来了，拿起来，不用转去，再来，拿起来，不用转去，再来，拿起来，不用转去，拿起来，等好，前面4刀好嘛，预备去 ，Go， 4刀，再过来3刀，再过来2刀，1刀，等好，记得咯，唔通去做的时间啦。你的肩膀嘛，耸起来，耸起来，做踢开的吧，好，记得肩膀要并下来，好，弯人我一只脚来试看呢，同样啊，记得肩膀嘛耸肩哦，要并下来啊，好，预备，切个，拿起来，不用下来，再过来，拿起来，不用下来，拿起来，不用下来，拿起来。不用下来，前面4刀4，再过来3、2、1，等好，舒转来，脚圆嘛，痛啊，捏一捏，好，等好，有等人啊，甲他做后背的动作的时候，会有一些拿起来，不用起来，扔下去，唔咩啊，好，记得了，脚。叶片踩下去，好，当像人脚系荡的样的，荡落去，好，叶只脚咧，天的拿起来，肚子要用力竖起来哦，好，冇肚子要突出去，好，下来要就冇乜意思的，好，那脚要抬高嘛，要好，其实呢，这只动作呢，做得老人的师傅变翘臀。应该懂得，唔管系细仔的呀，细妹都喜欢翘臀，做3步行当中较好看的嘛。系啊，好，根本按头动作哦，还记得嘛？根本第1只动作系乜嘅？行路系嘛？好，甲从第1只动作来开始哦，行路，好，强的行路，强的行路，再过来，等好，记得咯，行路。唔系肚子太度嘅行路哦，肚子竖起来哦，抬头挺胸哦，跳起哦，
好，唔是不要憋气哦，好，没有憋气哦，哎，呼吸哦，吐气哦，哈，好，动好，动好，好，再过来，动好，哎，动好，动好，好，一下呢，再过来，系嘛该，脚爱拿起来，系嘛，好，准备了，好，脚拿高哦，拿高，不用下来，再来，拿高，不用下来，拿高，不用下来，拿高，好，弯只腳好嘛，好，來了。拿個，不用下來，再來，拿個，不用下來，拿個，不用下來，拿個，不用下來。哦，先不用鬆一下，不用強鬆一下。哎，往旁邊好嘛？好，旁邊來了，預備開始，拿個，哎，不用下來，再來，拿個，不用下來，再來。好，等下。嘿，輕好輕好，好彎一隻腳，好一隻腳先做四度就好，唔是做按度度。好來了，拿個，不用下來，再來，拿個，不用下來，再來，拿個，好前面一度了，當好，一下彎來去，彎後背係嘛？啊記得啊後背咪聳肩哦，記得肚子要豎起來，肩膀啊不用下來啊，來了，預備開始。4度，不用下來；3度，不用下來；2度，不用下來；1度，不用下來。彎起腳啊，往上，4度，再過來3度，2度，前面1度。啊，根本的腳有軟嘛？應該有一些軟吧，不過啊，還是要保持運動哦，因為軟的話慢慢做，佢就唔會按軟呢。哎呦，做得嘛，腳部的運動有人上嘅有強用嘛，應該冇嘛強用吧？哎，好，今日呢腳部的運動就到這邊咯，我們下次再見咯，拜拜。